Hello，大家好，我係 Crystal，多倫多全職地產經紀，歡迎嚟到我哋 YouTube channel。我而家位於北約克區 Yonge and Finch 核心地段，今日就會睇一棟2025年落成由 Capital Development 發展嘅 condo building， 地址係36號 Olive Avenue， 大約31層高，一共350個住宅單位。呢度最大嘅賣點當然就係佢嘅交通優勢。由大廈步行幾分鐘已經去到 Finch TTC Subway Station， 同時亦係 York Region Viva Go Bus 同多條 TTC 巴士路線嘅 Transportation Hub， 去邊度都非常方便。15至20分鐘嘅車程可以去到高速公路401、404同 DVP， 交通四通八達。而生活配套方面更加冇得輸，附近有大量亞洲超市、中西餐廳、咖啡店、銀行、藥房同其他生活設施。今日一共係會帶大家去睇3個單位。第一個 Penthouse 03，兩房兩廁766尺向北嘅單位，之前發展商嘅叫價咧係84萬9，同類型單位租金大概2700蚊。成個單位咧都係木地板、10尺樓底 smooth ceiling。咁呢度玄關位一入到嚟左手邊度咧有一個大嘅 double mirror door closet， 跟住另外一邊咧呢度有個門咧就係洗衣機房啦 ，stackable 嘅洗衣機。再轉少少，呢度就係第一個洗手間。咁其實成個單位咧發展商就已經係做咗好多靚嘅 finishing。鏡後邊有燈，亦都鋪咗大嘅瓷磚，簡潔美觀。出到嚟就係一個好靚嘅廚房。發展商呢度咧已經係做咗個 center island， 不過咧佢呢度係有個電線㗎，咁所以你喐唔到嘅。咁你始終得個兩房，面積唔係話太大，可能就會諗咁個餐台點算呢？咁我建議可能去 shop around 啦。你呢度咧可能可以買一個extend 嘅 table， 咁你擺喺呢度，咁你就可以坐多2個人，total可以坐4至5個人咯。咁全部都係 quartz 嘅 countertop、quartz 嘅 backsplash， 下邊呢個 cabinet 咧都已經係做晒 built-in 嘅燈啦，好靚嘅，用咗金色嘅配搭啦，全部 built-in 嘅 appliances， 雪櫃、冰格，呢度係個洗碗機。爐頭、焗爐、抽油煙機，咁佢發展商亦都已經係俾咗個微波爐。你睇下有冇 soft closing 先？係有嘅。廚房旁邊度就係個廳，其實佢而家呢個 staging 咧係做得好好啦。你呢邊都可以擺張 sofa 啦，跟住嗰邊就係電視機。呢個單位最大嘅賣點係當然就係佢咁靚嘅景。兩個睡房咧係分開嘅，即係我哋最中意嘅 split 2 bedroom 嘅 layout。呢個 layout 點解好就係因為大家有自己嘅 privacy。咁不如我哋睇一睇第一個睡房先。Staging 呢一度佢而家擺咗張 double 嘅床嘅，咁我覺得呢個床嘅 size 咧係依間房嘅 size 係最 perfect 噶啦。最令我 surprise 嘅竟然係佢係有一個 walk-in closet。主人套房呢度 staging 咧，而家就擺咗一張 queen size 嘅床，但係其實你係夠位可以擺多張 king size， 同埋呢度係有位可以擺櫃、電視機，一個大嘅 closet。第二個單位1+1，兩個洗手間，612尺向東。發展商之前嘅叫價係633900，租金大概係2450。正門一打開有衣櫃、洗衣機、乾衣機房，跟住就嚟到第一個洗手間。個廳大概係70尺，旁邊就已經 open concept 廚房 living room， 景色都相當不錯㗎，冇嘢遮擋。睡房大概90尺，門後邊仲有自己嘅洗手間。第三個單位2105，咁係兩房兩廁688尺，東北方向。而家發展商咧仲喺度賣緊呢個單位，叫價係69萬9。
每個月管理費大概509蚊，已經係包咗暖氣，租金大概係2600蚊。一入到門口行前少少 ，double mirror door closet 對面就係洗衣機房，旁邊就已經係 open concept 嘅廚房。佢嘅 color 配搭咧同我哋之前睇嘅第二個單位係一樣噶。洗手間兩個睡房咧就係黐埋一齊噶。第一個睡房大概90尺，主人套房大概110尺。住客會所設施非常齊全，戶外露台、社交及共享空間、商業會議室、健身室、瑜伽室、運動室等等。如果想睇單位詳情、平面圖或者安排睇樓嘅，記得 WhatsApp 我同埋 Jackie， 亦都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之後我哋會繼續帶大家睇更加多倫多最新嘅樓盤。下條片見，拜。